你看这个，看出了什么？君子呀。对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还是君子呀。是，我知道他是君子，我让你透过事物看本质。银子，你就全当他是银子。那木间公子拿了你1箩筐银子，这么理所当然，你发现了什么？那他肯定收了很多人的银子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们家俸禄不多，却那么有钱，还能买得起那么大的宅子。继续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拿我的君子呢？你现在想的是他对你做的事，压迫你的事，你真正要想的是，该怎么反击。哎呦，你小点声！他爹可是木间大人，我们只是平头百姓，而且我弟弟还在他们家做马官。你到时候给我的10两银子，我还要拿去给我弟弟赎身呢。我们怎么斗得过他们呀？